主后2025年3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站站拢有上主带领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民数记》33章第1到56节。下面是以色列人伫摩西甲阿伦的领导下，照军队的次序出来集了后所行的路程。摩西照上主的命令，将因逐站行程的起点记录落来。以下是行程的起点：正月15，搬过节假日，以色列人对南塞启程，伫埃及人的面前勇敢无惊行出去。迄时，埃及人拄伫埋葬因互上主拍死的大囝，上主嘛审判埃及的神明。以色列人对南塞出发，伫苏格扎营；对苏格出发，伫旷野边界的以统扎营；对以统出发，挖去巴力西分东边的比哈希录，伫密端的对面扎营。因对比哈希录启程，经过红海，进入旷野。伫以统的旷野行3日，就伫马拉扎营。因对马拉出发，来到以林，遐有12个水泉，70丛樟树，就伫遐扎营。因离开以林以后，伫红海附近扎营。因对红海附近出发，伫神的旷野扎营。因对神的旷野出发，伫托家扎营；因对托家出发，伫阿略扎营；因对阿略出发，伫利非定扎营。伫遐因无水通啉。因对利非定出发，伫西奈旷野扎营；因对西奈旷野出发，伫基普陀哈塔瓦扎营；因对基普陀哈塔瓦出发，伫哈西略扎营；因对哈西略出发，伫利提马扎营；因对利提马出发，伫临门帕列扎营；因对临门帕列出发，伫lib那扎营；因对lib那出发，伫利萨扎营；因对利萨出发，伫基希拉他扎营；因对基希拉他出发，伫沙菲山扎营；因对沙菲山出发，伫哈拉代扎营；因对哈拉代出发，伫马吉希略扎营；因对马吉希略出发，伫塔合扎营；因对塔合出发，伫塔拉扎营；因对塔拉出发，伫密加扎营；因对密加出发，伫哈摩那扎营；因对哈摩那出发，伫摩西略扎营；因对摩西略出发，伫比尼阿干扎营；因对比尼阿干出发，伫哈甲甲扎营；因对哈甲甲出发，伫约巴他扎营；因对约巴他出发，伫阿普那扎营；因对阿普那出发，伫以顺加别扎营；因对以顺加别出发，伫神的旷野，就是加地斯扎营；因对加地斯出发，伫以东地区的边界何尼山扎营。以色列人出来集了后，第40年5月初1，祭司阿伦照上主的指示上何尼山死伫遐。阿伦死伫何尼山的时是123岁。
住伫迦南地尼吉夫的迦南人阿拿得王听见以色列人来啦。以色列人对何尼山出发，伫撒摩那扎营；因对撒摩那出发，伫普伦扎营；因对普伦出发，伫俄别扎营；因对俄别出发，伫摩押边界的以亚阿巴林扎营；因对以亚阿巴林出发，伫底本迦得扎营；因对底本迦得出发，伫阿文地比拉太因扎营；因对阿文地比拉太因出发，伫尼坡山对面的阿巴林山扎营；因对阿巴林山出发，伫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扎营；因伫摩押平原顺约旦河对北亚西莫到阿别什亭的中间扎营。以色列人伫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的时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着命令以色列人另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，着将迄所在的住民拢赶出去，毁坏因所有用石头雕刻甲用金属铸的神像，拆毁因一切的山头坛。恁着占领迄个地，住遐徛起，因为我已经将即个地赐互恁做产业。恁着照宗族抽签分配土地做产业，人多的就分较多，人少的就分较少。看倒一个宗族分到倒位，迄个地就归互迄个宗族做产业。恁若无将迄所在的住民赶出去，遐个留落来的住民就会成做恁目睭内的刺，협下的刺皮，搁会伫恁徛起的所在，甲恁扰乱。我安怎对待因，嘛会安尼对待恁。站站拢有上主带领。伫你我的人生路途中，会经历真侪关键浮沉变化，伫无同的年岁，也会对人生有无同的体会。但是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咱因为相信上帝同在，相信一站一站也拢有上主的带领。伫咧回想所行过的路的时，拢会当对上主发出感谢甲懊恼。当咱认真回想所行的路，搁详细孝顺上主的恩典，会发现一路行来，并毋是遐尼容易。咱所拥有的一切，也毋是理所当然。诗篇90篇12节，诗人捌向上主祈求，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愿上主引带咱认真省思家己行过的路，看见伊信息的带领甲恩典，互咱对心底发出真诚的感谢。民数记33章，通讲是上主带领以色列的历史回顾。以色列人准备进入上主应允予祖先的迦南地的时的回顾。这个记载，予以色列的后代会当记得祖先捌行过的路。伫这段回顾中出现真侪地名，每一个地点拢有上主带领的脚印。这段经文记载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南塞城，过红海，搭停留伫摩押平原，准备进攻迦南。这个回顾，予以色列人袂禁地想起家己捌伫倒位埋怨上主，伫倒位违背上主的旨意，伫倒位拄着灾难，搁伫倒位经历上主的拯救。伫旷野漂流40年的岁月，对为数庞大的以色列人来讲，这是一件困难的代志。
一大群人带规家伙仔踮伫旷野生活，遭遇着喙焦、枵餓、攻击、瘟疫等等的挑战。若无上主的带领甲供应，恐惊以色列人早就伫旷野死伤无数。因为安尼，即阵甲上主立约的以色列人民，必须详细将捌行过的路径记录落来，教示因的后代记得上主的保护，搁教导因遵行上主的旨意，继续向前行。对今仔日教会来讲，庆祝释教周年的时刻，是回顾教会历史、孝顺上主恩典的好时机。笔者有机会和同工做伙编教会周年纪念刊。伫咧收集文章资料的时，阮做伙回顾教堂伫不同时期的建筑变化，对历任牧者和过去正同工的服侍中，通看到教会经历过真侪无容易的路程。阮看到儿童、少年、青年、大人、少年等无共年龄的兄姐，伫教会留落真侪美好的回忆。伫咧记录和回顾这历史的时，也帮助阮认真看待上主伫无共时期的带领。阮深刻体会，一路行来是上主赐予阮机会来跟对伊，互阮通甲福音分享互人，互更较侪的人通同得福音的好处。当阮回顾过去，无论个人或者是教会群体，通发现一站一站拢有上主亲自的带领，上主的应允永袂落空。默想回顾人生，上主伫逐阶段安怎带领我？回顾人生，上主伫逐阶段安怎咧带领我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主，感谢你伫我人生无共的阶段中有无共的带领，互我行过的道路拢有够用的恩典。感谢你一直甲我同在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免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